最近喺我嘅評論區嗰度睇到好多粉絲都問燕姐咁大年紀啦，仲咁落力，你都唔知為乜？我呢唔知道你哋口中嘅大年紀究竟係幾多歲？其實人生呢都冇咩規定，到咗咩年紀就必須要做啲乜嘢。相反，我認為我嘅人生黃金階段呢啱啱開始，因為呢我今年都已經60幾歲啦，喺呢個社會裏邊呢摸爬滾打咗幾廿年，積累咗人生好多體驗同埋閱歷。如果我依家要退休，咁咪白活咯。而家呢有好多專乜嘢家啊，成日都叫到老人家呢個唔準，嗰個唔要，個個都係大忌，唔能夠操心，唔能夠多講嘢，唔能夠爭強好勝。一句話嚟講呢，上咗歲數就要躺平。人生8年呢，只有5個20年啫嘛。有啲人啊，到咗50歲呢，就諗住要退休啦。到咗60歲嘅時候呢，佢就諗住去養老院啦。自己都覺得自己老啦，冇乜用啦。咁樣諗啊，你就真係冇乜用啦。研究表明，一個人最有生產力嘅年齡呢，就係60至70歲。人類生產力第2高嘅年齡呢，就係70至80歲。呢個時候人嘅智力、閱歷、心智達到咗頂峰。好多國家嘅領導人啊，都係呢個歲數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依家係60歲、70歲、80歲呢，你正處於人生嘅最佳水平，勇敢、自信咁樣擁抱生活，享受生活啦。仲有啊，一個家庭嘅興旺呢，需要每一代人嘅努力。爺爺嫲嫲嘅努力呢，就係仔女嘅底氣；仔女嗰一代嘅努力呢，就係孫仔孫女嘅底氣。呢個呢，先係家族興旺嘅傳承啊！